嘉义东石昨下晡发生一桩公安事故，一个查甫人伫鱼湾看水管的工程煞意外互土石逮掉的，因为土石水分是真高，抢救是更加困难。落尾这个查甫人送到病院，要是死亡。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详细事故原因。 有人知无？互土砍的啊逃出来，嘿，啊后悔。救护车伫真矮残花道路顶悬挖来挖去，抢时间要赶去事故现场。嘉义东石一个鱼湾仔13下晡发生公安意外，当伫整地鱼湾仔一个53岁男性意外互挖出来土抬落。 家属着急走来事故现场，救援人员伫沟仔内底一直挖，希望赶紧救出伤者。但伤者迄个时阵已经被逮大约10分钟，阿妈棍的动脉非常的弱，颈动脉非常薄弱，摸不太到。根据了解，伤者是为着监看湾仔排水管的工程，才会落沟仔内底，想袂到煞有挖出来土抬掉的。现场土石淡搁软，无好挖，嘛增加抢救的难度。一男性53岁，于施工时不慎被土方埋住。 消防人员协同家属及现场民众，立即以圆锹及徒手将其挖出脱困，救出时已呈现乌卡。真无简单将受困的伤者挖出来，但伤者已经无喘气心跳。救援人员做急救了后，赶紧将人送病院，但依然不治死亡。详细事故原因会由警方介入调查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嘉义报道。